佢係野蠻奶奶，反叛新抱玩嘢。唉，無啦啦激動到揮刀玩自殘，無非都係想見下個3歲孫仔啫。熊婆婆一心以為阿仔5年前喺重慶娶咗個老婆，就可以享天倫之樂，點知嗰陣一攞到身份證，即刻正大變咯，溫順變反叛啊，日日打麻雀啊，24個鐘頭啊，打咗1個禮拜唔翻屋企啊，咁我同佢嘈交咯，佢差佬嚟屈我，話我揸刀斬佢，最後搞到分居添啊！粒孫暫時跟媽咪，要見個孫就要先俾3600。幾個月嚟，熊婆婆日夜掛住粒孫，卒之等到前日。你叫嫲嫲碌嚟見咯。你分明玩嘢啫。點知新抱個 friend 報警，話阿仔涉嫌襲擊拉咗佢，搞到見孫仔嘅希望又落空。我要見個孫啊！嚇到阿仔即刻將佢送院治理。